疫情滚假，嘉义、台南、屏东拢宣布取消今年爬龙船的比赛。高雄即马是正做南部唯一一个照常举办的城市。江义市府伫咧爱号召鼓励甲龙船点眼，祈求平安。市长陈其迈嘛表示，会用高规格防疫来保护选手。请点青蛙，点龙鹅。萌萌啊，河中24只龙船由市长陈其迈佮贵宾照鼓励开工点眼，嘛祈求平安，疫情赶紧过去。其实这礼拜高雄确诊人数一直增加，南部其他县市已经陆续宣布无要办龙船比赛，敢若剩高雄决定照常。龙舟赛它是属于户外的这个活动，风险会是比较低，采取高规格的防疫的措施，也包括必须打满3剂，而且比赛当天还要进行这个快筛阴性。文化局表示，因为南部其他县市停办，高雄今年有袂少其他县市的选手参加，拢总108队2200人报名。虽然南部疫情紧张，目前也无报名了临时取消的队伍。目前为止，其实报名的人数大概还是一样，就是2200人左右。那这个人数其实并不是历年最多，我想也是受到疫情的一些影响。高雄肉粽节龙船比赛已经停办2冬啊，今年6月初3到初5伫爱河举办。市府表示，台北、新北嘛照办，因会甲选手甲观众分流，只要防疫做好势，日常节日活动就会当照常。记者陈亚文、赖伟哲高雄报道。